好，来继续来看立法院三读通过的警察人事条例修正案，甲警察退休的所得替代率调悬到80%。行政院长杜英泰昨暝发文章讲，这立法院强行修法硬难接受。国民党的立委罗志强反呛，讲民进党就是今仔日公祭，明仔载袂记哩。另外，有民众发现立法院的墙围有创较悬。立法院总务处解释讲，这是为着要避免树爬过外口的人行道。这是立院外围的红砖墙，记者身高175公分，手嘛敢来当免讲超过上顶悬。不过，就伫咧昨昏，立院煞雄雄施工用铁网搁再加悬。立院表示是为着要查院内的树莫向外口发，不过会赶伫咧拜五的议会进行完工。毕竟这届南北要杀法案片通关，外口围墙加悬，内底三读通过修正警察人员人事条例。修正通过。韩国瑜推卡落警察人员退休所得代替率上悬，提悬到80%，不过。立法院强行修法，行政院概难接受。行政院长杜英泰面册14字写伫头前，针对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立法过程无成定顺行政院的意见来表达不满，直接点名造成国家财务欠扣，严重违反法律，认为实在是概难执行。每次我们警消牺牲的时候，民进党官员排站，今天公祭，明天忘记。现在更进化啦，是今天公祭，立法忘记，还要来个视线忘记。民进党所坚持的都是保障、提高、给予现役应该要有的津贴、补助、跟安全、跟福利，绝对不是像国民党现在这个样子，而让薪资呈现一种相对剥夺感的落差。警察人员人事条例三读通过了后，在野立委后一个战场推动公告人员年金的停台案，民进党立委就点名讲，这是咧讨选票，也未开始双方的意见又完全无同，嘛，互立院的内底外口对立，短时间内无通结束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